台湾伫咧同志相关的政策甲议题讨论，一直是行伫咧正头前的国家。除了通过同性婚姻的法律，也进一步希望会当建立友善的职场环境，避免受到不共款的对待。 打造一个健康平等的台湾。参加游行的公司是受到台湾同志团体评选出来的工会场友善公司，伊是一间医药公司。这间公司已经连续2年来参加评选，会来参加是因为想要透过评选来检视家己倒位需要改进，希望家己会当更加进步。第一届我们参加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友善厕所、性别友善厕所。其实我们知道这对可能有些同事也是一个心里有负担的，所以在第2届的时候，我们刚好搬了办公室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决定，我们一定要让这件事情成真。但其实每一次参加这个指标，我们都会发现有人做得更好，也是我们没有想到，可能是一些环境上或是制度上的，比如说更友善的价别等等。这是台湾同志咨询热线协会每2年都会办一届的评选，这届有63间企业参加，59间通过，希望会当建立友善的上班环境。亲像企业敢有性别友善便所，请假规定福利敢有确保同志无受歧视，敢有办性别平等的活动讲座，这些拢是评量的指标。这2届呢，其实有60%的企业是有重复参与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重复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们得分也是有在提高。今年的话，大型的本土企业依然是缺席，那这个部分的确是希望2027年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更多台湾本土大型企业可以加入。同志团体表示，友善企业评选会一直办落去，希望2024年有更加侪企业来参加，嘛呼吁企业唔免惊参加无通过会安怎，会当透过企业之间互相学习、有进步，有意识一步一步创造友善同志的环境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